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5月31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横渠四句。最近这个800年前张载的四句话呀，或者叫四句教，突然在中文互联网上大火，很多人都在讨论横渠四句，而且互相攻击，互相站队。所以我今天也来聊一聊这横渠四句。说起这个横渠四句，我一看非常似曾相识的，但实际上又不熟悉。我想90%的人恐怕跟我都差不多。我为什么就似曾相识？那肯定是到过这种话，听到过这种话，有一些大人物说过这种话，或者在这个媒体上、刊物上面看到过这样的话。但是为什么又似曾相识不熟？因为这些话离我们太远，太高大上。所以我想恐怕大部分人跟我一样，一说这四句话好像知道，但是并不感兴趣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四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按照我们的方法，咱们一直提倡的，你要了解这四句话，你要知道它的时代背景，它到底说是什么意思。你把它搞明白之后，你再对这个现象进行分析。这四句话说不好听一点呢，它是中国的古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崇高的追求，一个历史使命，所以它太高大上了。我们都是小人物，都是韭菜，所以对这样的东西他就提不起兴趣。很多人把这四句话挂在嘴上，实际上他恐怕也不太懂这四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要从文本上说，这四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你肯定是一听你肯定是似曾相识，但是很难知道它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四句话实际上是北宋的理学家张载的他的思想的精髓。过去古人喜欢把地名当做自己的一个号，叫某人往往是叫他的姓，后面再加上地名。那个地名有的时候是他做官的地方，有的时候是他出生的地方，有的时候是他死埋的地方。总之，横渠是个地名，应该在陕西。800年前张载那个时代，张载这个读书人，作为一个有想法的读书人，作为士，他背景是什么？实际上北宋的时期，外有外敌，辽金西夏，这大家都知道，动不动打仗，动不动还要和亲，要去和谈。那时候王安石变法，从这个思想上，儒家已经式微，佛教道教比较盛行。从朝堂上面，官方理论学说里面，这个儒家越来越异化成一个皇权统治的一个工具。儒家的解释权它是为皇权服务的，皇帝来解释，自由大儒来辩经。那么在社会上，儒家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社会上流行佛教学说、道教，所以说儒学它就越来越式微。在这个时候，张载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，作为儒学的这些儒生，他们当然的就想要重振儒学，要让儒学再次伟大。所以这个时候张载就脱颖而出，他是应该理解成他是理学的这个叫奠基人。所以我们从他这是背景，他要重振儒学，重振儒家。我们按现在的说法，他既有恢复叫原教旨主义啊，朝堂上面官方他要跟皇权争夺儒家的解释权，社会上面他要跟道教跟佛教争夺信众。我们再说简单一点，就是他要重塑宇宙观，还有什么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按我们现在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再看这四句，为天地立心，它当然有很多内涵。我认为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它要跟皇权来争夺儒家。自从春秋战国以后，有了儒家之后，到汉武帝董仲舒叫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从那儿开始，儒家就变成一个工具，为皇权服务。某种程度上就是皇权掌握了儒家，儒家变成一个工具，变成服务。按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就是儒家出现了修正主义，应该叫儒修，不有苏修吗？这个曹县也说咱们是修正主义，也就是说你搞的不是原来马克思主义。到了几百年以后，到了宋朝的时候，儒家的学说越来越不解决问题，他的指导思想都被异化，
解决不了问题的，那作为这个儒家这些大儒，他们找原因，认为上千年来把圣贤的儒学给歪曲了，应该这么理解。咱们在封建社会，就张载之前，皇帝讲什么？叫天子，天授神权，代表天，替天行道。皇权既然他代表天，他就能解释儒家就得为他服务。那我理解的张载，他说为天地立心，他要重塑宇宙观。这个解释权不在你天子手上，他号召儒家号召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，要赋予天地道德精神。天地虽然是包含大众，但是没有意识。人类作为天地间的最有灵性的存在，应该通过道德修养，追求真理，为天地赋予精神价值。最后就导致什么？天人合一，建立完善宇宙的秩序，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所以他第一句话你可以理解成，他要把儒家从皇权的工具要把它解脱出来，要高于皇权。这个想法是很宏大呀。第二个，为生民立命，这个话不好理解，因为咱们古代读书人动不动就是为民请命啊。这个儒家里面叫以民为本，或者叫民本主义。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保民生，但是它的内涵比保民生还要广泛的多。为生民立命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为往圣继绝学，这个就更有意思了。往圣，那我们理解就是孔子、庄子啊这些儒家的圣人。继绝学，这个要理解成什么？他当时那个儒家，他认为已经式微，这个孔圣人、庄子的这些孟子啊、孔孟之道，这些已经叫后继无人了，就或者叫他的学说已经没人再去看了，不流行了，大家也不去实践，或者被曲解。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，要继承往圣的原来的这个叫经典学说，这是一层意思啊。第二层意思是什么？也要与时俱进。张载他不是说机械的去继承孔孟的学说，而是要在这孔孟学说上面要去发展，以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。他的理论要创新，要升级，在孔孟学说之上。所以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不仅要把往圣的这个理论要发扬光大，而且还要创新。为往世开太平，那这个就是更好理解了。为后世开创长久的和平与繁荣，这个是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终极追求，天下大同。实际上大家想一想，这跟儒家的这些经典，儒家的最早的提倡的叫什么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一脉相承，也体现了儒家的这种叫内圣外王。所以简单的理解，张载的横渠四句，他是要挽救这个儒家学说，要让儒家学说再次伟大。无论是在800年前还是在现在，它都有它积极的意义。你不能说他这4句话有问题，他这4句话那是绝对正确的。作为你的作为咱们一个指导思想，一个自我修养，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它是个纯理论的东西吗？只是夸夸其谈？不是的，张载他本人还勇于实践。我刚才说了，张载他是要恢复儒家思想经典，他有一套施政纲领。你比如说，他要恢复井田制，那就真正的他要回到封建社会的井田制。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，咱们这个2000年的什么封建制度，它不是真的封建制度。流行的说法是叫外儒内法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对过去的判断。或者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2000年来皆秦制。什么叫秦制呢？秦制实际上它不是封建，它是专制。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把很多概念搞混淆了。张载他就要恢复井田制，井田制有了物质基础，他要回到周朝。按现在的说法，那就开历史的倒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张载的这横渠四句，它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也不需要去深刻的去了解它的叫什么学术思想，因为张载他是理学的代表，后面什么程朱理学，再到后面王阳明的心学，还有什么实学，那都是跟张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所以你把它理解这是儒家的叫自我救赎和自我期许、自我激励。
了解了横渠4句之后，我们再看看我的个人观点是：如果谁标榜自己为天地立心，为神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你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，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，是对自己的要求，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是值得称赞的。比如我说我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神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那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，就像你对自己要求学雷锋一样，或者就像你对自己要求你要积德行善，这是对自我的要求，没有问题，甚至应该值得提倡表扬，值得肯定，值得鼓励。但是如果一旦你自我宣传，你说我就是照这个去做的，那你就得接受别人监督，你立了这样的人设，那别人就有权利看你是不是做到了，或者你当然了也做不到，那但人家就要去监督你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做，是不是叫知行合一。你不能一边宣传自己我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但是你实际干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驰，或者是猪狗不如，这就叫装。甚至如果你打着这个旗号敛财，对吧？那这个就为大家所不耻啊。最要防范的是什么呢？最要防范的是把这4句话变成一个标准来要求别人做，这就不行了。这个东西只能做自我要求，自我升华。你对自己的要求，你照这个标准去做，去努力，你一辈子也达不到，但是不要紧，这是你的方向，你能看到光明。但是你千万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标准推广，让别人这么做，这个就是容易落入这个叫假大空。所以我又回到刚才看到这4句话的时候似曾相识，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感兴趣的，因为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崇高的使命感，这么崇高的精神追求。如果你追求，那是你的事情，那是你的自由，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妨碍别人，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标准要求别人，那就妨碍别人了。所以说我提倡，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要求比较高，你可以去实践这4句话，拿这4句话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当做自己的精神追求，你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，这没毛病。某种程度上这4句话它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但是现在你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不多，就到现在为止，如果知识分子真的是按这4句话去做，社会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的知识分子啊，都像加藤老师这样，你不能否认加藤老师是知识分子，他在自己认证上面微博认证是学者啊，还有维维老师、灿荣老师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。他们是什么知识分子啊？他们是负责教好的，负责论证，这都是恰到好处，感恩、感激、感谢。或许啊，他们把这个为天地立心、为神民立命挂在嘴上，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跳出张载的忠君思想。你不能要求张载800年前的人跳出忠君思想，不要皇权，那张载也不知道他要什么，这个社会怎么治理？所以说有张载的局限性。我们这个社会现在21世纪，如果你还追求800年前的张载的那个境界，或者是他提倡的那个制度，那就和张载在800年前追求周朝的那个井田制是一样的，叫开倒车。明明现在有很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，还有学术，还有理论，我们完全可以去学习去实践，但是你偏要追求张载的这个，那就是又叫刻舟求剑，也违背了张载的这个意愿。因为张载他的这个4句话里面本来就包含了叫理论也要与时俱进，要适应当时的时代背景，要能解决当时的问题。理论如果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，那就是空谈，不能实践嘛。所以我的观点，把这4句话你可以当做自己的一个灯塔，是一个自我要求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。咱们再说一说这句话怎么在网上就引起这个热议，那还不是因为董宇辉吗？他在卖货的时候说了这4句话，遭到有人的攻击，说他装，那言下之意就是一，他恐怕没懂这4句话；第二个，他说的这是假大空。因为我没看这个视频，我也没看董宇辉带货，就是我对董宇辉的态度，我以前做过很多视频，我对董宇辉不再过多评价。他就是作为卖货，那我们就按卖货的标准要求他，你不要卖假货，你不要骗人就行了。只要他卖的货经得起检验，只要他不骗大家，你这叫诚信。作为商家，他能做到这些就行了，服务能跟上，
那消费者愿意买，那你拦不住。那些中年妇女，这个大妈愿意买，你为什么拦着人家？你为什么看不惯？只要董事会卖的货没问题，至于他卖货的时候，他是靠掉书袋子卖货，还是靠什么别的卖货吸引观众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那是他受众的事情，他就精准的击中了他的那些受众，双向奔赴，这也没什么。你看不惯那是你的事情。如果董事会他号召别人要实践这4句话，以这4句话为这个人生的指导原则，那这是他不对。他把这4句话当做自己的这个人生理想、道德追求，那他的粉丝去监督他，像加藤老师一样的。加藤老师，你既然说美国不好，你反美，那你就不应该跑到美国买个房子啊，知行合一。如果说你是以前买的房子，那你可以把它卖掉，把家人从美国接回来。你不能一边在美国骂美国是生活是工作，到美国去是生活，骗你的粉丝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喜欢美国没错，恨美国也没错。有人他就是讨厌美国，这是你个人感受，没有毛病啊。你不能一边宣传恨美国，一边跑到美国生活，在美国待着，欺骗自己的粉丝，这不对。你不能一边说国外不好，咱们这儿好，咱们江河湖海都是你的，结果你自己跑到瑞士去了，这就不太好了。瑞士那江河湖海都不是你的，都是资本家的。所以说，董事会他怎么说的，我不太清楚。如果他是对自己的标榜，他是对自己的要求，我觉得这挺好，我也相信他做不到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多了，那他拿这个作为指引，就朝这个努力，他自己说出来了，那他的粉丝就应该监督他，做不到或者他不朝这方面努力，他说了一套做一套，那他的粉丝就应该批评他，他的人设崩塌，他的货再也卖不掉了，他欺骗了粉丝，那是他的事情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骂张载的这4句叫横渠4句，这是不对的。他这个4句话没有一点毛病，我们要批评的是披着这4句话，把这4句话作为外衣，作为包装，实际干的根本就不是这事。我们要批评的，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几百年来确实有践行这4句话的人，或者是部分的在践行。我们不能一味的抹杀，自己做不到就觉得别人也做不到，或者别人也不会这么做。每个时代都有那些勇敢的分子，敢于挺身而出的，为民请命，对吧？我们不能做，那我们也不能给这些人抹黑，也不能寒了这些人的心，叫人家是不能让这个叫什么暴行者暴毙于血液中，为众人暴行者不可使其恶于风险。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勇士，我们或许迫于压力，或者是迫于生存，没有办法声援，没有办法鼓励，没有办法去叫好，但是你也不能抹黑。我们经常说人非圣贤，我们不是圣人，那是我们作为普通人，作为韭菜，这叫自我觉醒。但是你不能反对别人他自我要求成为圣人呢，或者他是某一部分成为圣人呢。戊戌六君子，你比如说谭嗣同，他算不算为天地立心呢？最后我再强调一下，横渠4句作为自我的要求，它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，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的推广。你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，实际上这就是叫理想主义。往往对这个社会破坏最大的就是这些理想主义，从希特勒到普京，我相信他们都有一套理想主义的学说在支撑它。越理想主义，它对这个社会的破坏越大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的行为准则就是守法，所以我们说要法治社会，我们能以法律为准绳，以法律为底线去做事，这个社会就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，或者是各种乱象、各种弊病，归根结底就是打着横渠4句这个旗号，披着这样的外衣，干着违法的事情。所以对于我们韭菜来说，当我们看到谁提的口号越高大上，我们越要警惕，我们要警惕他要干什么，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口号越完美，他后面隐藏的动机越可怕。动机很理想，那么它结果一定是可怕的。所以说人类历史发展这么多年，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这就是我对横渠4句的理解，与大家共勉。好，这期节目
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